靈修分享，日期2025年6月20日。經文民數記32章16至27節。迦得子孫同流便子孫承諾，佢哋先在約旦河東建造城邑，之後同其他以色列人一同渡過約旦河，直到各支派都得產業為止。佢哋亦唔會領受約旦河西嘅產業。摩西警告佢哋講，若果佢哋唔履行承諾，就係得罪上帝。之後就讓佢哋按着自己所講嘅去做。今日有啲基督徒冇履行對上帝嘅承諾，佢哋往往因為個人嘅理由離開自己受洗加入嘅教會，既冇交代自己離開教會嘅理由，亦冇辦理離開或轉往其他教會嘅手續，以致佢哋擁有不少於一間教會嘅會籍。當然，某些教會係容許自己嘅教友擁有多過一間教會嘅會籍，同時亦有教會唔接納教友轉往其他教會。因此，香港不論大小嘅教會，大多數出席主日崇拜嘅人數少於會友嘅人數，結果有極少數嘅基督徒自得其樂，誇耀自己擁有不同教會嘅會籍。所以無論誰都不可誇耀人，因為萬有都是你們的，或保羅，或亞波羅，或基法，或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現今的事，或將來的事，全是你們的，而你們是屬基督的，基督是屬上帝的。哥林多前書3章21至23節。阿們。